아, 더마, 그래가지고 이제 사람 기운이 신신낭에 首先咧就 겸내기 問候咧，나버대 透過 수도 網絡 부분만 나버서다. 나 대신에 睇 이제 嘅僧團，어, 所有嘅 제가 僧眾 쇼다리메리아 쇼에 이제 쳐다보면 댕게 亞彌門 서버로냐 도마 공업사 同埋全世 천주교야. 界各地嘅法友，首先問候大家身體 나서 健 다 康。되는데 델레야 당아 저 가래 쇼를 쓴다 델레야 kap스바 델레야. 안다 继续 今日咧主要 라망을 講 쉬어 kap스바 그래. 텔레아다 繼 가장 續 제정업의 我哋 사제들 嘅春季課 체리나 程，係時事法50 니가 種 상계에서 嘅 나왔어야들 토요로 봐. 內容。 아니 상계에서 咁 나왔어야들이야. 依照宗喀巴大師嘅科判咧，다定義嘛，第二個部分咧 제주산에 就係講到時事語法。 니가 상계에서 나왔어야들이야. 나서기 여체베이나. 아니 뭐이기 된다. 주말로 咁 써봐라. 然後咧呢度有分成兩個 나왔어야들. 部分，咁有第一個咧正義主要嘅內容。 다 第二個咧就係遮 상계에서 止對上 나왔지. 司影子嘅不恭 색이다 敬。 느리. 대외로만 인지도 수렴수에 연대인데 화변 타는 就係呢 도시지 個 타대 반은 미다고 사야 돼. 다들 가장 지당한데 리시 쉬스면 다이네 간제의 자르지 남은 주베게 다 간제 디세나야 라멘인고 간제 史詩語法 나오고 咧도와다 대단 자데 嘅頌文咧已經講咗。 연대비진 尋日 당봉엘이야 今日就主要講呢 이제 個 간제기 印度注釋 고마다 嘅 자네 조세마 進 쉬비나 行講解咁樣。 야보면 로섬 차야서 咁就係首先就講呢個史詩語法呢一部分，簡略咁結合咗다 간제 印度嘅 고마다 注釋咁 자네 樣 마 去 쉬운 講。 뉴산에 음 텔레야 首先我哋就講關於印度嘅注解， 대외 대외 사디가 치디기 아니 공도 김제 에 特別個字咧就係 라말레야 최바 체베기나 事故， 아니 係 니구르라 宋朝 사베기 翻譯咧就係 저기 如是。 니에버 체베기나 아니 咁呢 초고 個字嘅表示咧 니베 제지다 공도 시에스바 嘅理由咧就係 근데 공도 因為 시에스비 供養 김제 上司咧 레이시나 能夠得到 아니 로마 殊勝嘅 사디 成就， 조 所以弟子咧應該 최기 咧 gen기 기우와 咁樣做。 안에 이제 라말라 로버 챙기긴 가사될 고요하레스 弟子咧 태양 대대비가 딱 로마 태양 另外一個翻 아니 譯咧 이제 叫做求法 찌득 者， 로마 가든들 就 지라 係 아 指咧 그 聽聞 로마래 야 律法嘅人 르든 或 타서 者修 요르바 學嘅人。 근데 금들 로마 간들질이야 보고 요하레사나 아니 呢個咁樣嘅弟子應該要具備一個 닌지 點嘅 대마 條 소바 件咧？ 소니 닌지 세아데 아니 자와 咁係一個點樣嘅弟子 자와 咧？ 태양 간제 공마들 第一個 체베기 咧就係要有悲心。 금들이야지 심지는 미비 닌지다 최래 미비 宋朝翻譯 닌지다 咧，你冇呢個 미범이 悲 데 닌지 나바 순간로래야 관한 저기 예 송도와 悲心咧，就係意思就係前文 다드네 分成三種。 동화 사드래 동화 有第一 사드 種咧就係 갑스바 原 동화 眾生嘅 사드 悲心、 짐발 고요 原法嘅悲心同埋無 동화 緣嘅悲心。 짐발 고요 咁然後咧就係 다 布 대기 施啊， 짐바 때려야 최기 짐바다 布施即係 상승기 施捨， 짐바다 아니 施 참비 捨嘅意 짐바 思。 민지 겹지 짐바 咁就分 짐바 成 제기 三 짐바 種： 넘바 숨기 法布施啦、 디나노 財物布 다 施， 짐바 넘바 숨기 뒤베기 짐발 第 고스바 三個就係 아니 無 제 為布施， 양제게 되네 송도와 다 되네 수림 세야데 都係有三種。 수림 채와다 채와 대양 咁注 아니 解當 수림 中有咁 대양 樣 제 介紹 유세메 到， 수림 넘바 숨 돈베 수림 예주 돈베 수림 심제 된지기 咁然後就 수림 개와 戒律。 치유기 수림제 수림 咁 넘바 戒律咧 숨다 就指 아 遠離 딱 破戒， 관한 저기 유에스네 송도와 수림 咁亦 넘바 都分 숨다 成三種： 律儀 다 戒 되네 啦、 쇠바 攝 세야데 眾生戒啦， 셉시와 同埋攝持法戒。 대량 최랭에 버도베 쇠바 咁對 동해 다도 跟住後咧 레벨레 就係 쇠바다 忍辱， 네발레 침년베 쇠바 쇠바 넘바 忍 숨고 辱係指寂靜啦， 송가라 관한 저기 유에스 有三種係法 다드네 師責 수림 忍、 쇠베 연덴덴 사드 安受 연덴 苦忍、 사드 아니 콘도 쇠베기 內怨害人 닌지당 或 아니 者 수림나 無生法 쇠베 人等等。 연덴데서 콘에 콘도 콘베 제하다 아니 텔레야 야네양도 콘버체 디균셀레 되네 아니 연덴스라고 예스 대 jorba yenden te 呢 da 度咧 jorba 都 ma 係 yenden te
教别人忘给功德，原点得到的点巴斯，送个月是，咁係透過多呢，年紀大的增時候，長同埋出點收集而成。水把那所謂原點得到的點咁具足咧別得到，羅馬字了就係、過個月是，富有，大家呢，呃。意思就係他的具足米都没到哦，悲心、是啊，就要说他布施、的米都没到哦，是啊的，戒律忍辱等嗯，等等嘅功德。他的是啊的，这么一把的古了吧，米是啊的，另外咧喺宋朝翻譯裏邊有叫國別，即係没一把了，搞吧，搞吧的古了吧，搞别吃了吧，咁係是啊的，搞别指咧，吃吃，啊那就李家的唔係家边拿了可能着並急的非係一是啊的，體。那俺就拍给一个吃的筆咧点点係一個嘛了吧，拍给一个这里物，否定詞，大家呢，拉玛是啊的，他的拍给那有個丢下位给。為字，他的那么我们就然後為这是字咧就代表係決定同埋限定嘅你拿落来呀，意思。老表谈的都咁然後是應送的，作咧就指喇嘛谈的都是應當送的。實行嘅意思。伊那呀，对的，加别个理解个加别拿了伊那样的，他能信给他的喇嘛，我不就被讲这拿了伊那样的，你搞了那喇嘛是啊，这个用的话，才长大了，我那现在老表的喇嘛又喺上都不師还是基本上。梵文當中咧但到那就用喇嘛是啊的老表的古语是，多进基本是啊的拉都是什么，曼嘅字，都是想的古语是，作文嘅話就嗯。咁。如果梵文嘅話，근데上이師意思係指鬼 노르류리 梵師，쉐레이나 咁或者另外一個翻譯就係인지를 金剛 수업의 持，原點彈就係指金剛薩埵。덴바 덴베기 무릎 덴베기 로마 테기 嗯 아니 라마당 도진진바 니 係 타데도 講緊係具 다이바스 有 베나 悲心 라마야는 신다진베체 嘅功德，或者 아니 希求成就嘅 도진진바야 弟子。 델레셴도 규바지 니 삼삼로 딘데지기 삼로 밀람 喺任 잠도야 何情況底下咧，나바 탐제도 삼바르 미쳤어 甚至喺夢中咧，都 다와네 認為上師係一回 덴토요가 事， 로마 테기 金剛持係 라마레야 另外一回事，就唔 따다는 能夠係咁。 딘데시고 요랬으나 강 코나 라마 임바 대 코나 咁 도진지 作為弟子應該點樣 라마 思 임바 維 가리 咧？ 임바 대는 도진지 뭐야 要 대임바체 諗上師咧 임바지 就係 레삼 金剛持， 네 딱한다 金剛 도진지 持 뭐 咧 라마 就係上 팀이 師。 카가 소소르시 라마 사야지 베게 여비체 아 아니 도진지 뭐 사야지 수조대 여비치 딘데 뭐 여비치 라마 강 임바 코랑 아니 도진지 뭐 就係唔 임바 應該 사바치 觀為有 요레스 另外嘅 다 意思， 될래야 대 교수 양제 디나로라 다다 룽지 장나샤 디니 다도 도지샤 디진시 原 버진 文就 젠도 寫 대니 不應 이시 觀為有 교수체 別義。 된진 진비 이시 노르사지 어다 된데 저기 룽지 장나 디 룽디 然 균주 後講咧， 장나로 比即行上金剛持， 소르스도 如來估計亦是比 다 도시 버려 彼 디 為 유사는 다 智慧 노나 大海洋，賜予大義 다다 至寶。 라망업 주비 就 간제 出自呢、個 윤제 간제 《공마다 萬法網 자르체 經》， 这些学堂都真的是这些，大家要马木西拉书目些，他们这里要东西是虚咁伪的。喺四百五十頌當中咧，哎，係那拉玛有去桑给大的解釋咗呢個几张，頌文。提不起中，什么的，大家常虚伪那些，呢段留言拿頌文咧，落来，因为新年了，对面就是下用的多。哎，那提不起米跟多內容咧忙别講到一拿落呢，個好重要嘅哎，那觀點，缺嘛话当，就因为係要新年了，視我哋对面就嘅日常思是維佛陀。谢谢。但多忙别拿送路啊，卡上嘅咁自然多开心，而之咧，春節多開心。我哋要將上師視為佛陀，節目呢一點咧好重要。天每邊多忙不咁能，無論係大小乘，就用的多。佛法裏邊咧都係，啊，那拉巴拉特別喺沙密宗、拿了，密對，乘咧，拉瑪桑嘅我印度西夏我哋喺大波家舉嘅傳承當中咧就更加重要。其實啲，大家看到，之前就用咗好多經典嚟去就冇乜證明呢一點。經用的。兩個是他們個語文的係呀，拉瑪桑嘅是他的幾什麼書？亦都引用咗好多密宗、密族嘅經典嚟去講呢一點。แต่เลยจะเก็บไปที่ 尤其 ตรง 咧 ยาเส้นนั่นเลยสิ่งที่ช่วงนี้ที่อาจจะ年假都是多少人，寶家舉傳承當中咧就他的說更加強調呢一點。年了嘛，這個嘛是腳上。咁例如咧，好似第八世大寶派王八段引導文拉瑪當中咧，多巴沒點吧？就講到羅馬內面卡這家舉派傳承之所以會中斷咧，係因為冇正悟嘅上師咧，同埋一個合適嘅弟子相遇，所以導致到咧弟子咧未能夠將上師咧視為佛陀。拉瑪提多巴的沒點吧？
냠도 똑배기原点的 미덴바치 之所以中斷呢，就係 로마테 因為 뇌的 미덴바치 天这个的當一位 라롭치 冇正嘅上司同一 마상노스나라 個 라롭 唔 비는 係 타보 發 메인바 氣嘅弟子相遇呢， 타제샤비는 군인이 냠도 좀용나 좀체네 다 군인 냠도 좀용데 에네 다 咁呢個時 로마테게 候呢， 라마상게 통고 말라 就導致 라마테레 弟 상게 子呢 통야게原點嘅 요말 就唔會 데레디 視上司為跟法律，在那点呢，那个有吧，钱重因要的為首先这些，上司有大家的个有吧，冇正，所以佢有钱冇能力咧令到弟子視佢為建设法律。停止几个，最近停止几个呀，点钱呢，那有吧钱重的这送多啊，这里女，咁所以大概呢度是说的，家具派咧點解會中斷咧？其中一個原因个有可能能给，但那么多的点吧，那么女的点吧，女的点吧是啊的，但女一面是的做的，但台北也没，母语也没，这里是哪来的多啊？所以上司咧要有正嘅上司，有信心嘅弟子，有虔誠恭敬嘅弟子先得。要視佢嘅上司為佛陀一樣嘅弟子，先至會有加持。要有加持咧，先至能夠生起正，咁就令到咧家具派傳承咧，先至能夠延續落去。咁所以呢一點咧好重要，因為大家可以記喺心裏邊。咁然後下一個仲問啦，但你吧，怎麼說了呀？沒有不搞哇塞的。後嚟持之以恆裏邊嘅第二個部分，對於上司嘅影子咧嘅不恭敬咧，都要遮止。若觸塔施刑，獲罪如我塔。於床坐之具，騎馬罪過足。咁呢度就提到塔啦。頭兩句咧有個塔字，咁係指咧藉由解釋上司嘅偉大性嚟到調弟子。咁塔咧亦都係指佛塔。양 삼삼 최대사 구성토기 땡가 나는 토기 땡나 거대야지 용디 거봐 스투바 呢個塔咧 스투바 亦都係指咧身口意嘅所依。 인지게 스투바 사다 가나 최대나 咁而特別喺身口意所依當中嘅意係塔作為一個代表。 number 9 중리 총아 자와는 매버서 최대는 지역인 데바 근데 망고를 막 시기 자와 망바도 매버서 샤바 내지를 고유했어. 所以咧，如果踐踏上司嘅影子咧，就猶如破壞塔嘅意思，就係徹底咁毀壞。咁就徹底毀壞佛塔，咁就會做好大罪業啦。咁就會因為咁咧就心理恐懼啊、痛苦。所以如果你就如果咁做嘅話咧，就會好似破壞佛塔一樣，造成罪業。然後有個字係影子，咁就係意思就係我哋嘅倒影、投影。然後就唔應該踐踏，或者係可以越過嘅意思，唔單止可以踐踏。咁另外咧，鞋墊亦都係，即係鞋就係即係我哋嘅。腳着嘅鞋啦，無論係各種嘅鞋啊、波鞋啊，作為一個坐墊咁樣，或者
啊，就的，咱们箭啊、家下来用的坐多，箭啊，一定的呀，或者一啲这个日鋪喺度空不如的的啥子啥坐嘅箭，不如的咋个呢？那样家下鼓励家下没卡些个，那的热，记了热也不是，俺的吧，还是的，牛么的当下个的米西子然後就係家起头橋，即明年，係城啊。伢那米西子的家起头的话，哦，都就譬如我哋跳起来，喺跳不了。印度又見到有四個学人抬不噻的，嘅橋咁，跟的了呀，以及米大咁就係浪不起一個来，说了国城字。外意思嘛？看到那么，哎呀，那么选拔的，确实的做没个家呀，是吧？俺当然是打了说过来过去们，打顶上完的这边呢，那么给批住的，等来过去们，嗯，打第一个说噻，就说的是多啊，嗯，说噻，咁亦都说的是多，可以講或者说係的第一个，上司嘅哎，那那車么给快的都可以眼那代表，说完了，过去也是，太大呀，啊，包括这里上第啥呢？司嘅拉美个衣服他們啊、變得選拔了說用品啊個他們等等咯，光不米切斯，光不米就係個切啊，等字每幾嚟代表。個啥的，你每的哪多啊？就無論係上司嘅鞋啊、是的，哪啥的，箭啊、就說最急着，衣物啊每的，等等咧，都唔能夠踐踏。每幾個啥的，他寫嘛個把來說的，寫你幾切是，咁藏文每啥的裏邊咧有寫的說，幾個是的，就係寫你看的有一個字咧看的就係叫何少的是，須説啦，這寫意思古嘛就係、的是，這啥的，所以咧就如果他的那講這個上司有啊，嘅影子都不是的。唔可以大家呢，踩踏啦，这种我们咁新北更加嘅广播唔使的前面呢，講有啲大家都是过来更加了晓得，大家广播的需要講。前面呢，大家确定是不啥的，这档嘅我那就场面吧，呢個中啊，哈巴大師嘅哎，那睇到注解，年尾嘅，睇到年尾啥写破的，壞佛塔咧就被年尾场面認為係啥写的，無間罪嘅大家近罪你确定是不啥的，那年尾场面嘅来吃了，对不起不吃的了，场面嘅来啥子嘛的呢？场面嘅来的就係年尾都吃的了，现在年尾近场面说。無間罪啦，即係其實拉咩什麼走啊啦？拉咩因為就係好嘅古數嘅接近什麼？安尼都是無間罪，當不一樣，所以就安尼叫做睇到那個近無間罪啦。你話用過話的，啊，這裡你所以咧，如果話睇了呀，踐踏上司嘅幾個話呢？影子咧，安尼亦拉咩都會貴什麼啦呀？有同我不是等罪過，想要嘛的，這貴什麼種的呀？聽這邊因為高速懼怕呢個寫過一罪遍呢？過咧，安尼拉就咩個連上司他們當然嘅影子咧都啦說過啦，唔應該但是先嘛我不知踐踏。道。咁就更何況係上司嘅大家呀，鞋啊军队成员个人不起源呢，军队等等，成员个哪落来呀？都唔他什么民工應該的确定係踐踏。习惯找我送这些，咁呢度咧，呃，文化網族那么个當中咧贵什么有個不應我们啊，踐踏俺的确定嘅影子，习惯你的我找我也不送要的是，指住当如同然新嘅破壞都是因為佛塔啦。見的，都是看着遇到，咁就係電中國大視了說過師亦都引那樣，用呢一句，俺聽着我送要的是，但是當然新嘅达到都是可能嘅留意然後咧界面呐，那芒果送多啊。拉另外咩嘅就金剛心拉咩莊嚴啦、嘅烏度金單，拉剛空行啦、咩嘅貴什麼單，四座族拉咩嘅都有同樣他們講法。來說話單，拉咩嘅電咁書眼呢個都係來說話單，眼來說眼過來說過失咧話單，就係有違。兩個不切邊啦。喺密集誒呢，金剛族當中第八章又不要講咧，的是啊，若有如說到忙不痴者送噻，他啲倉鼠冇些。踐踏上司神影子、靴子、那一呢，坐墊、參怎麼樣？枕頭，他說這個，他會落入人間地獄。你最開發的健身呢，這樣都樣啦，真講啦，芒果咁能呢度亦都有牛嘛的，講到特別真这个開許嘅最成本情況。可多了呀，俺那看得起我的是那边呢，但这样牛啊牛个那咩个些拿落来呀，但能牛边呢，如果你唔能夠唔踩踏就当上司嘅影子嘅不着時候咧，点的时候，喺律經裏邊有刚别都是提到当地喺先这个呢個嘛了，住處品當中有講咧，伊呢呀，為他这咗三寶古数州嘞，其他当和切当，俺呢，而去这里呀就打掃啊、掃地嘅話咧，俺呢，只张看到古数当，确定的地係数嘞可以。呀，俺呢，譬如話等这个边看出個塔咧，我都唔草啥的，等这个能夠切的。隨意咁樣爬上俺娘，去，我都是当但係因為要清潔啊、第用被看到打掃啊，所以咧我哋次數接爬上去嘅時候咧就係可以。斷嘅，呢咁但係呢個時候點樣做咧？我咪切俾呢，我哋就應該要送入嚟。俺當然先啊個可能個誦經明白嘅，一個偈頌咧，咩都然後先至點這個踐踏上去。冇被送入嚟。咁喺個民族嘅傳統當中咧，看到的錢呢，參參
呀这年个还写了喺呢点呢，個三味嘢伢可是解釋當中亦还是都有講到。芒果们米容啊是那咋的，然之後咧就會这个充分可再到了呀，講解。对了呀，我就感受特别多，特别多等这些呀，然後咧呢個就提所以，到一個，當我哋唔能夠唔踐踏呢啲物品嘅時候咧，我哋應該點做？但这当个的，伢哪连打点的用的多拍哩呢？拍了呀，係藏地咧係真係有人那呢，咁做，阿妈给没等这个。依照呢啲律典咧去光不了呀，咁去做。光住的啥呢？那缺点的就怎么了？我们这个嘛的这些，那也天了其也實喺西是藏咧，不是这些，好多時候會中间真正要的，繞塔，这确實的也不意思的，确實的就大看到，怕避免咧或者就會缅甸長踩到新長完了，這不是能找到看到塔塔嘅影，白蘭子，所以就會好小心咁避開。咁喺呢方面咧，真正一邊衝會炸了睇到佢一邊呢，哋對然後法嘅這現在恭敬，給用個嘛的這些，或者然對因後亂啊，果有小說呢，那可里重全部提出視。來，過亂啊小住啊，真正的真正的經驗真正我是指因為定的真有時候咧，我正要的。哋以為現在咁的咧啊，呢個係一個大家都小嘅惡咧，這我哋就都是他們個怎隨麼樣，我不意去做。是沒些啥咁但的，看到係慢慢咧，呢、這都是他們個的咧啊，小被習嘅記的，惡業咧就變成一個大，看不全部習記，虧些所以咧習記前我哋要面的存在好的些的。謹慎小心。但我是怎么我们公司啊，这咱们说，人民对比解放都抢出来应该要的吧？嗯，这么大的，可对那这么大的话都，刚刚打的话呢，搞了好着吧？人民都被解放抢出来了，应该要的吧？人民都被解放啥的，但那么三个月个的，三个月点不的，哎，年纪人都切了进对上，人民都被解放要嘛的是，这所以有陣苏要的吧？時就變成咗你好難越去實南落来，踐嘅，人民都被解放要嘛的是。咁就變咗咱那边哪里打好推啊謹没吧？慎小心，變咗的肉咁你推啊就會啊好没给，呢，小心这嘗个全部試去影咧，那三个数码的，看驚到咱们踩到。三个的年纪都年纪的，现在没了呀，团大没事，搞来数码的去送个了吧？所以咧，佛陀咧有但是時候咧印度山呢都會那边，他就有啲情況全部我们没事啥的，係會有做的開會，两家了的，就唔會令到但弟子咁我说辛苦。我们公司啊，的但是就得要的吧？伊呢，他做的天没吧？就刚才咁点了亏些不重點咧，是亦都係钱钱，他那这么存钱来啊？我们下来就掏损钱了，唔可以的这个看到跨過上師嘅什么了呀？影子。那麼了呀？被亏些钱不咁其實是钱了，主要这個當對了呀？啊，呢這東西不是對於錢的咧對上師嘅他這個存錢的恭敬咧，咁少嘅事咧，我哋都應該啊，說他這好裡沒去的小心咧。需要了所以就要呀？他表明咧，我哋其實啊，應該咱這裝個錢別要給，上這避免咧裡錢別，對上師嘅唔啊呢，恭敬佢不去的住吧來先。guess，是吧？咁我哋再睇呢個宗喀巴大師嘅科他佢判咧，不去的佢有講，住吧來 guess 啊？的我的這我哋應該點樣對上師咧作恭敬？佢不呢度有去的住吧來八個部分。guess，原比我是，啊那上 guess 到了，嘎住吧？那邊考了到考了去的，這八個咧，他第一個地上呢，獻供，跟唐不的住事你不去師如佛，什麼去？如教他可不是奉行。娃娃的，嘎住不是啊？的第一可咧就多的了，累回獻供，事師如佛已經講過。然後咧，第三個部分咧就係、他嘎住我哋要為講嘅，儒教奉行。他嘎住不是累呢？他的天道红度大，那麼三個是，那麼三個都不進，三個這不應不進，三個都從不應不進。停止幾兩啊？咁我哋咧講到呢個前面嘅觀念咧，就係要事師如佛啦。歌頌他首先，人修我哋要相信咧馬上師係佛，所以咧要依照上師嘅教導咧去實踐。如果唔係咧，就變咗我哋講下咁樣，咁所以就變得冇乜意義啦。所以要儒教奉行。但那邊搞住個啥的，這中國的前邊嘅這邊上街的前邊呢，這那邊搞住個啥的不去。但係多的人呢，中外嘅古典嘢把它的人入的日本國呢，先佢第人講三的部分咧就係啥，儒教奉行。但係的，那麼我就把它隨家的去前邊呢，日本國呢先人的吧，喺大定章經論咧，亦都有講過恭敬供養承事，那麼我就把它前邊呢，修行之道來親近事之識，多的人嘅得的，4點啦。食貼啦吧，加邊面啦，咁咧就係、應用到喺住師法50當中咧。咁我哋今日就係討論就係點樣去實踐修行方式嚟親近善知識啦。
但係當隔住個啲咧啊，學落個應用啲嘅話，中文就係藥師所教誨，歡喜當受聽，自己或不能，則善言啟白。但係現在理解啦，說現在的這個話，然後咧而家投影出嚟嘅咧，嗱所，但係咧樣同嘛，學落個用詞堂啲，嘅啲對照表啦。講者，那麼英國講者的加的是虛比呢？然後我睇下印度嘅注解，咁喺印度注解嘅士師釋難當中咧，我不得攞咗全部曬，自己用的多。攞咗全部呢兩個曬的，字咧寫住大落音吧，國位啊，切音吧，是那個吧？但攞咗全部，宋朝翻譯攞咧就咗切冇呢個字。曬的，頭半面被攞咗的念吧，但係呢，攞總之咧，咗全部，大國啱位咧先全部音，係這裡指就快音的。智慧廣大無外意思。gasim晒的個伊入到搞嘅國內晒的，這裡是好點子嘅。但係拉瑪晒的，拉瑪的後邊嘅歡心gasim，嘅攞咗意思咧，全部指 gasim 心中非常拉咩歡喜干嘅之意。晒咗話。就係上師明啦。拉咩干嘅晒的，拉瑪晒的，拉瑪晒晒那到後邊晒的只不過吧，干晒的啦，呢，結束點吧當，上師明嘅送吧，意咧，但看到拉咩嘅嘛，規範師打嘛送下不教對啦，誨嘅開可能這個嘞，示嘅字，然後嘛呢拉咩嘛。就係上唐師咧宋不得嘞，可能這講俾個弟子聽咧各種嘅教言啊、拉開示啊，美個嘛，宋在他們這嘞，拉美干啦，那這個要或者好的是，佢對唔別啥的個，唔別把弟子啥的，咧所說那麼的講嘅嘞，所有嘅說那麼，聽到你説話啦，關的大，唔別把然後啥的，你打強，你把打強啊，精勤啊，是拉美那如果強，這個你咁啥的個打，精勤咧就係意思假如拉指希美干的求福德，別別關的，那的然後係研究的，聽受，拉美干是都如果的啥都打的。聽受就係指民女實踐啊，版呢，啥的個，咁就係那麼指正的當然要，對上師嘅教言咧都應該聽受，要實踐。民女版啥的，但民女版啥的，然後仲有一個但字咧就覺得不能，有關的民女是沒事吧？有個王子下邊呢啊，那做民女吧，這邊王子下邊呢啊，做民女吧，不能咧係指無法承擔這個講啥的個，因果或者無法忍受嘅意思。那麼嚟啊，都是吧，說的就說錢，就係但係做圖民族寫嘅，說不要的了，古話的是。啟白啦，就係稟告嘅意思。睇拉曬的，那麼睇拉是我吧？有期啦，期係指對上司嘅意思。日本人呢啥的，主本前面別的腳邊日本人呢啥的，日本在原先的那邊，如理，啥也不知道，他可能做這別的原先的那邊國內，那麼就需要屁股的是。民女版的民水版，指咧係實行同比喻嘅能力。若咧就係指特別嘅意思。但可能講這個嘛的加寫明呢，康拉美送吧，拉美卡的送吧提你，至到印度注解講，說是個土邦，說是個女嘅前邊呢，那提你羅馬提就係無力能啦，就係即係上司嘅教言咧。就要弟子去好好去實踐，即係上司所講嘅內容咧。如果能夠忍受咧，弟子咧應該咧去努力實踐。如果冇能力做到咧，或者冇辦法承擔嘅話咧，或者其他原因冇辦法執行咧。呢個時候咧，弟子咧因為畏懼，佢咁樣做咧會有不善業，如果佢冇任何道理咧而做咧，咁就變成咗一種不善業啦。因為畏懼咧，如果我講咧就乜都唔做咧，就變成咗不善業。所以要好清楚咁説明佢嘅理由。所以咧，佢要善言啟白。
这种个别情别这边拿所以就了卡如實咁送了啥呢？樣稟告那老上司。人全部是啥的？他西了全部过俾了，上司聽我冇能力西了做呢全部有件事，那个老马贴给让个拉面干，但让那马拉面嘛送下不的，别把全部然後咧钱，就係、别做全作為一個大師部钱呢，注解當哎，那中有得干了講呢個年呢，大國他位，如图把钱活了，就係指咧智慧廣大嘅弟子咧，應該咧他對面對自己是都上司嘅命都别说令咧、明白，他的教誨咧结构干了当面呢，但係非常之说的努力针对面咁去聽不一样，同埋去但结構實踐咧，干当用的啥呢？哎，那没住不住不这个，真的这个，我看到往期文中土地别说吃了吧，而且咧係真正明白，唔係勉哎呢，強咁樣做，什干而行係好做行动，那如果的是極其咁老百姓不干歡喜行的是的，愉悅咁樣去做。我呢，拉面看送把他们就如果的呗是。拉不呢？歡大的喜當聽受嘅，所以主要的开什么了？拉面卡的送吧，他们这如果认为是拉不呢？大家了呀，确定点别，大家了确定没准别个是，咁所以咧就係送咪什么的？所有應該确定给執行外上司嘅干一个的，所有命令可能咧，没准那个样的是。咁即因为呀，係合乎大家佛法嘅命确令咧？定点别个干什么了？确定即听别个使係干一呢，合参什么？乎佛法嘅命令，但係所以给他如果自己别说看的無論如何都看的做唔是下边呢，到嘅話咧，如毛头吧，如美女吧。真正咁咧用过了，大家睇了呀，安尼美女为军人，做摩托为军人就的时候，真係里边儿打针的，这个现象下合的，乎佛法打针的，命令嘅咧，安尼自己冇辦法做到嘅咧，那么了呀，说前边呢，上司安尼嘅教言也不或者命要嘛的是，令嘅話咧，做摩托为呢也不要嘛的是，没做为呢也不要嘛的是，没做为咁呢嘅話咧就要好好去稟告上司自己嘅原因咧，點解唔能夠做到，咁要好好去表達自己嘅原因，解那釋清楚。这这么多嘛，塞别个，本来日本的那边讲呢，日本女把明白了，美丽吧，全没点个国外呢，俺的现象前呢，本来全的听不的说的，等等以内，全的听不的说是中途面边呢，是学校的教，全的所以咧，没听别个，合乎佛家法嘅話咧，庭的当不以内啊，啊呢，指示咧他给讲的学不能行，教員咧。啊呢说是把里边打针呢，啊呢学过的是，做唔到嘅話咧，就一这定要样他的，不告清楚。呃。咁但係如果解釋我们清楚咧，就这边差别跟會有在下边，過關。宁不见识晓得吧？宁不见识，你点学校。咁呢度講咧，那这样如果给他就算唔全部路线的合乎佛开什么法嘅話咧，下面了的，可能是都那个的。應該要講清楚。當你做唔到嘅時候咧，呃，都講清楚自己嘅原因，就顶九个解釋清楚。拿到了呀，自动跟那些忙不是多，加下给开住空，那么就在下自动跟那些忙不是多，做到加出现的就在下，听哪里的，人中多这个，嗯，自动。呢度咧亦都有關於一啲它的自墮罪动跟那些，嘅解釋，他这边就過去一啲啥的做那边江边差别去送的说的呀，空渡呢，哎，嗯，送个月不着不记得你送过，關於墮罪第三前呢，世刚才有咗宁波墮之见啥的，九百八咧，那边江边就差别在下边点出我有去講到呢個墮罪，的，给他其實有吃不起，天南老了还是送要的啥呢？呢，他天南嘅唔知咧，嗯，他的这种个不前面嘛，有位叫龙天南下不跌当，上不顶九那里查法咧，多會有少哪是的，咁講。顶九那个吃的了，每个辣椒吃它了，那边说的当用不下是，听得懂啊？这种个不前面係嘅这边單主義拿到了，每個辣椒吃它了，那边有一句咧。说的当用不下是，但多是開發的什麼，其他的開發沒有是不是？我哋而家講咧，宗喀巴大師嘅注解咧，大家聽有着不聽這用字有啲唔樣，當同。然先跟對拿落來聽着不但係呢聽呀，度總之呢全沒句話咧，馬上當不着是，對於全沒別個不呢，善業咧或者相關嘅語言所以他咧，給這些吧，全沒別幹那麼呢，俺對吧？係應該要請求原諒之後咧，保持平捨心。嗯，聽着印度山呢，他所以咁喺律經裏邊咧，有個講咧，那麼送如果係給這把講緊別話了，說吧，聽這個，非法嘅俺時候咧，朝沒我哋應該全沒聽不聽這要制止。切好的這些別無數交寶易呢，雲經裏面又俺都有對了，講咧，對於善法咧應該切用。隨順而行，伊呢，對於不他善咧他軍人不都錢的，隨順而行。那麼呀，聽這些幹那麼軍人都錢的，哎呢，那麼的了呀，所以咧，馬代把的，若果根據錢要被強制要求咧違背三律儀嘅話，呢啲咁不當行為咧就唔應該遵從。但係咧亦唔能夠咧，因為咁咧而唔信任或者批評上司。呢個就係宗喀巴大師當中提到嘅內容。
然后第二个中文，拉玛连的我们的土里谈的电话头，由醫治思故，台湾版所作把他们这个皆成就，拉面搞人打没下言樂及生天，但俺俩讲何敢这个我把為奇名？这些这些水平呢？对了，拉美啥了说，我哋拉玛嘞睇下印度注解，啥这个的老表嘞啥了，古吧？我主先呢，由醫治我主啥这思故，个呢？是属于唔对呗，我主，呢度咧他不就话展看一把电述咗影吧的。但是我主就对了呀，要取悦那上司嘅那么一样是利益，几點俾我主的，幾點零對呗，所以上司那係指麼一樣。規範師，幾點俾我主是就是啥呢？搞的就是時候了，所以啥了，變得這個日所作記的、明皆面的，成就，講不出話了，啥了，就係真悉地正嘅我主嘅意思，主要的，你幾點俾我獲得主的是。所求嘅成就。亦都有但日分記成世間同埋日記出世的明面間兩說白了，就是種嘅悉地。幾點俾我主的啥的，或者啲咁我主其中咧就係討厭啦，劍、呢眼藥、個腳三個油咧，我冇就係呢個討厭，他世間冇討厭，嘅悉地。真正嘅偏到用要嘛的。以內啊，但說現在民主為個女不是不討厭。搞出去 而 super 世 power 間嘅什麼成就咧，的，平常給這去，應急給這 super power 的討呢厭啲就些的，冇辦法咧，那現在馬上就女不令到討厭的，我哋咧得到解脫、變得解脫嘅。明面些的做不贏呢，那明面的做不贏呢，嘛少了大會有用少啲了，但係是通過的是，變得少的是可愛，少的但係可愛，一種弄可愛的是通過的是。眼藥咧，但係是平常的塗對起來下喺眼我還是咁，但上推薦的是就可以睇到大地底咧有啲咩財寶啊。這邊搞來是夾些，我哋而家已經明面聽唔到一圖案是沒啲咁嘅嘢。得嘅是多。但係呢，鋼不球是鋼腳是的，鋼腳，而家你因為已經鋼腳是的，有好多儀器鋼腳可以的出位呢，睇到，那邊腳不是不是些，能所以我哋都唔給米，需要特然後那別去修邊腳啊練呢個的些些，那不是眼藥。但腳不得做那邊腳啊都不行，你得用腳是那個多，係或者係腳油。腳不是不是都不行，啊，些些的。平譬如常啲其他平時面點嘅事，搞嚟時呢，就經過冇得修練咧，弄住將一啲話咧，油咧但係塗喺隻我哋腳度咧，呢，我哋就會跑得比快啊，講更快啊！干部伢那干部做那主要，咁呢啲係伢那過去嘅一啲大世間嘅識地，還都是，你就買到自己現在可能選拔因為以前咧就係可能要徒步行走啊，大其實家都需要講叫騎馬。我做讓做些如嘛，果冇馬讓對嘅話咧，咁所以你講叫就要我偏到用做用啥話？腳油塗喺隻腳度咧，我哋就可以那當然是執行主要，跑得啦，好似馬咁快。執行的執呢，那沒現在速步馬桶往前去了吧？就是沒現在速步馬桶前，但係頂上就執為呢，就是這偏頭是免着。某些地方是速步這邊個等這邊，然後咧有一個修練就係可以人身嘅，開始嘅俾打，等這所有都都打到，等這幾個到多。而家咧可能有啲用。但係看到咧就執行這邊做嘢呢，科學家都有研究咧，着住某啲衣服嘅話咧，有啲人咧就見唔到你。咁呢啲可能都有啲用。執行就做到呢，打牌咧就看出來，去過個歲數的幾年都是吧？哦。第一所的姐姐呀，嗰啲偏多的字，我都看不着吧。我在第一所的點，可能啱了點呢，一樣就。咁世間識地方法令到你冇人會知道你嘅狀態，隱身咁樣去撞地。女圖，主要係這個對不對？所以呢但係從一點並唔係。第三個我把拖下，他把拖下，你偏多用。識地成。但係你長袖所，但係呢啲都冇辦法令到你成就或者解脫。所以自出世間嘅識地咧，係得三種人鋪排。我就他們這點就不願所想。但係呢，那麼太累死。他當我是。就如果咁做咧，得到識地嘅時候咧，應該會獲得真實得到咧，視我哋上司如同佛一樣。但那麼累死的，我就判給這是哪了？那麼累死的，刺激嘛的，就過嘛的呢？你家家邊那麼累死的，刺激的話是經濟機關的意思嘞。那這就是啥？你家家邊那麼累死，土里。C 呢個字。土里下的用，土里下的來幾點嘞？是這樣，短看的，松看的，松尾看嘅對，松尾看的，看松嘅。真上身。這個，打那麼近，看松嘅。大白地那裡邊，
短康的恰恰不一样，就当短咁咧康了，肉介把識介唔識那的介？拉嘛，因为那的要了吧，咁肉介把嚟講咧，米，然后就亦都有呃，主要看啥的，偏介零息，零息的短康或者可说我非偏，只恰的要了吧，因为咱短康了，他一年要了吧，但对了日入了说吧，的要了，但送康了3点息。總之係肉哎，那送介裏面咧，也他们经亦都有四送的经济大洲，模式了说吧，那特包括别的，天人。当然了，土里斯的烂咁几点的可肉介咧，以说，咁就但地了，係叫就当土里斯的，色界四成没得天，烂你家了快去往的或者要了，無色界那咱们的了，四無色定。做烂几点可以写些，大家都听得起，呢度咧，送到人这当中。總之咧，投生到呢啲天界咧，因為土里上司咧就係几点的话，法他这个，嘅本質。他把有本身还得拉满的全球我因比起的喺是。印度住界當中但有，全球我因比起啥的做到，土里基电话头下的，或者连着两多下当等这个呗，上司那係法嘅讲到本質。呢度講噶法嘅不去本質係各位连主播听的用户也被影响，提供就係生的呢，能夠那不是投身到全天界咧，球我因送下的因為是係累積善業咯。等那因為样拉嘛来卡瓦头有啥呢？因為嗯，我哋做到善法咧而得到，电话头有是。电话头有啥的？到底拉嘛来养家的，然後咧就係人家安樂。家边那拉嘛来啥，自己养家有用的多。當你願意那我说嘗試咧，的要么的，會得到推给哪了？安樂或者樂。电话啥的，个人啥呢？电话啥的嘞？那么你说是，几点的电话就等几点呢的度樂咧电话是那又分為兩么你说種，是，几点的电话睇来样，那几时的电话档，哪一电话那么你说是，有一但没有往種咧就係这些边呢，几時嘅做不到電嘅電話。世間快樂呢，咧，同埋出世間快樂他一兩種。他呢，他一世那我们说間快樂咧，不用说吧，現那往这个世嘅快樂咧，電話去去，電話你也舉是。例子咧那几天的就係電話的，他的皇位電話也是。或者電話就天在界快樂。俺到不他不這個也是，那個那咁麼然後咧就係根據出世我也間快樂，必須是。就係得到講到這呢，解脫啦。那麼的觀呢眾度講咧，送的，講到總之咧得你到呢啲的前面嘅植物安樂咧，統計，解不切吧？那麼的，因為就係觀眾送嘅我也是，上司咧就講到係觀眾送嘅等級增加嘅原重要因，多啊。增加本質。所以上司嘅근데 이제 다罰咧，타마텔레야 대외 매바 탐지 因為上기스 司係增加本 대외 質。 사데 응엄버 대바 강이 간다 강이 뭐 總之咧，佢因為 텔레 아니 令到弟子能夠 가서 응엄버 대바 生起欲求嘅嗰個， 니단 치매의 대화 가르이면 니다 탄도 로마틱 토벌 유요아르스 所以 토벌 咧 그 上司本身咧就係 윤센 正視 텔라 咧 때네 三寶本質， 아니 소수기 매바 탐지기 관해서 是吧 매바 탐지기 因為 관해서 佢會 하되 令到弟子 니가 咧 탐지해도 아니 所 내 得到 소망 咧 된도 니의 관해 所欲求嘅 배수 嗰個， 시고 알아서 되게 침biểu 관해 다 대야 라마 사도 다 로빈 사도 디가 제수 때마 咁係 대는 咧 공부를 事 미셔오 故咧係指基 다디 於以上嘅理由咧，一切精 대는 勤 다वर 者咧， 미셔오 소임 弟子喺一切時處咧 단 為 제가 求咧 말을 真實 시비군 福德 대회 咧 공부도 努力 시비나 嘅人， 음 而唔應該違越咧或者超越 다그다 上司嘅 공도 教誨同埋指示。 지 佢喺中一 라메기 個大師嘅 라마디기 注 베 解， 최다 미딘바 최다 미딘베 까나바이나 아니 디주 咁我 바 覺得中一個大師嚟講， 수수기다 윤세 고라이 야보시지 弟 세시 子咧唔應該 슈니 違背咧， 아니디 가 가른 최대 就 미딘베 까나바이나 데 弟 주야 子唔應該咧 대 違背 마인베게 라메기 上 최대 司 딘베기 가 所有 간디시나 符合佛 바이냐 法嘅教 대 誨， 탐제레 應該違 다워 背， 미샤와 대 탐제레 라메 而 깔레 且咧 게와 차요 마르스 應該 매바 要 지유기 권에 에네 要以自 라메 己 가 最大 토벌 嘅努力 레스 咧，精進咁樣去實踐啦。 아이사나 에네 초티모니기 우르비 라마라 데는 點解要咁 토고요레 做咧？ 토리 라미기 때 라마라 因為 데는 殊 토고요레 勝同埋共同테라 兩 녀와라 種 코에 대화 成 탐지기 就， 라마라 데는 토고요레 兩種色 제사 地， 라메기 숭데 仲有咧人天 로마라에 嘅 지름 주고 고에 果 소이마 報， 디왕기 에네 或者一 라메기 切嘅 가던 安 게와 樂咧， 라메기 숭던 게와 都係從 제아요 上司處咧去 제가 獲 디 得嘅。 치지 쇼로가 치마든 치지 쇼로가 所以我 니마디 哋唔應該 에네 要違 바상 背 티리기 上司嘅所有嘅言 가서 教， 공부 마 而且咧 다상 上司嘅 티리기 教義咧 유니 송샤베 所講嘅話語 지마 咧， 노르티바 첸 如果 송샤베 인시 드는 加 소바 持咧能夠進入弟子 라소 心中最主要嘅 나드네 門， 샴레야 所以咧唔 다다 應該 공부 違背呢 슈베게 一個條件。 라메 까 주야 골이야 치제 니도와 치제 呢度 니도 中 때는 文咧出自一個 최신다 典籍咧叫也就甚至如
都对血写那脈點滴。什麼少。但拉面搞中國，唐不得了呀！拉面搞中國為軍事需要的，對吧？拉面搞中國為軍事。首先第一個咧，我哋要實踐上師嘅教但跟他說些宣嘅理言呢，由係咩？說些學什麼的，像這當然我不知道他們都打，但是你我們說都是因為你啥呢？恰克的來，恰克的常州嘅，你下我們都介紹。如果有茶咧，那麼那個說自己飲啊。我哋就確實嘛，都定義登記起來都是嘛嚟。大家唔同志願咧，供茶時間係唔同。如果為經濟需要呢，睇下我哋那邊保有嘅，結合熟悉嘅拿落嚟啊，偏不咩啦，全部嘅話呢，各位自行飲水兩杯。應該實踐上師教佢嘅理由係咩咧？就好似喺半生傳裏邊講咧，對於宣傳嘅利益嘅人嘅供養咧，就係按照佢嘅教導話語實踐嚟嘅。呢度嘅話意思咧就係要按照上師嘅教導去實踐，或者咧就係依教奉行、供養或者修行供養。即係做供養嘅回報。最好咧就係依教奉行嘅供養，或者係修行嘅供養係最好。所以咧，我要回報上師嘅恩德咧，最好咧就係依教奉行嘅供養，或者係修行嘅供養。有呢三種取悅上師嘅方法咧，當中被稱為最殊勝嘅方法咧，當中咧取悅上師嘅方法最好咧，最殊勝嘅方式就係修行。咁喺一般嚟講咧，我哋嘅觀念當中，上師嘅教言咧，都可以分兩種。第一類咧，就係指咧，上師直接咧係俾我哋灌頂、口傳或者心要教法。呢啲雖然係從上師口中講出嚟，咁呢啲就係上師嘅教言。雖然係從上師口中講出嚟，但係實際上咧就係佛法本身。咁就有第二類咧，就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咧，將上師所講嘅咧，生活中所講嘅一切咧，都視為上師嘅教言。大概咧就兩類。佛法嘅部分啊，即係灌頂、口傳啊、心要等。咁另外一類咧，就係我哋日常生活中上師所講嘅一切咧，我哋都應該咧視為上師嘅教言。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咧講緊，如果係第一類嘅教言嘅話咧，要實踐嘅話咧，相對係容易。主要咧，因為係取決於我哋自己嘅精進啦、能力啦，係咪足夠？如果我哋要唔要去實踐咧？我哋唔應該有太多個疑慮或者猶豫。因為咧，我哋知道咧，呢個本質上咧就係修持佛法。因為咧，上師就係講灌頂啊、口傳啊等等呢啲咧，你應該要冇實踐修。咁而第二類咧，就係即係意思就我哋要去實踐咧，
上司生活當中每一句説話，咁呢點咧就比較難一啲。咁一般人咧都覺得啊，我會遵照上司指示去做，呢個應該唔難。咁好多人都會有咁嘅想法，但係如果我哋真正咧去實踐上司嘅教言嘅時候咧，如果咧發現自己咧同自己嘅意願咧唔符合嘅話咧，或者個結果係唔預期嘅話咧，或者呢啲嘢咧係同收發冇關聯嘅咧，咁甚至咧有啲情況係同合法有相違背咧。所以咧，我哋真係實際遇到呢啲困難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真正了解到咧，自己咧係咪真係能夠做到或者實踐呢啲教義。實在咧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因為我哋平時咧，我哋會講啊，上司就點樣講咧，我哋就點樣做。但係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但係咧就從佛法嚟講咧，就所以有灌頂咧就會去。咁但係灌頂嘅時候咧，最後咧就會受完灌頂之後咧，上司點樣講咧，弟子就點樣做。所以咧，其實我哋要特別小心。舉個例子咧，所以要咁做嘅咧係唔係咁容易。譬如話咧係維巴大師嘅故事，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要咧維尼亞巴去修建好多屋啦，然後咧要佢起屋啦，起完之後你又要佢拆咗佢，咁咧又要維尼亞巴咧孭住好多好重嘅呢啲石頭啦，咁令到佢咧傷痕累累啊背脊度，因為要用佢背脊去搬呢啲石頭啊去起屋啦，所以基本上最後咧，維尼巴係成個背脊咧都係傷痕累累嘅，好似啲動物咁樣被磨爛咗個背脊一樣。咁馬爾巴大師咧就仍然唔令佢唔要佢停止，仲要咧命令佢咧，佢孭住呢啲石頭咧放喺前面。咁所以呢啲一般嚟講咧係難以想像嘅痛苦折磨嚟。所以而家咧我哋係生活喺維那巴尊者之後嘅幾百年，亦都知道咧馬那巴大師咧，因為馬爾巴大師嘅恩德咧，自己據自己嘅堅忍咧，而成為一個偉大嘅瑜伽士。所以咧，我哋如果認為係理所當然嘅話咧，當馬利亞巴去被馬爾巴折磨嘅時候咧，咁好多人都只係見到馬爾巴大師咧好嚴厲咁對待馬利亞巴，咁但係我哋睇唔到最終嘅結果係點，我哋就會覺得好震驚。有人咧就甚至會覺得馬爾巴大師係已經癲咗啦。因為大家都好驚訝，大家咧都會點解會俾呢個我哋巴小僧人咧咁多苦受，要去受咁多苦？
其他人就不太震驚覺得。但係咧最後咧，你就會覺得好過，因為最後咧馬來巴大師咧成為咗一個大家事。更加難理解咧，就好似第六巴比那洛巴經歷好多嘅大大小小嘅考驗，譬如話從屋頂跳落去，或者各式各樣嘅不可思議嘅一啲考驗俾佢。咁所以我哋咁樣去睇嘅話咧，就會覺得上司如果係俾我哋啲佛法教導嘅話咧，我哋應該要盡力去修持。咁但係對於所有上司所講嘅話咧，我哋都要實踐嘅，我哋就覺得好似太現實。咁所以咧，我哋就最好咧，將上司嘅教言咧分做兩類嚟到去區別同埋對待。雖然咧係咁樣講，實修傳承嘅上司咧，或者具備技巧方面嘅上司咧，當佢哋引導弟子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唔會立即咧係俾佢哋法教導，佢哋咧可能開始咧，因為我哋係實修傳承上司，佢點樣去帶弟子咧？最初咧，佢哋都可能俾弟子咧做一啲好似同佛法冇乜大關係嘅一啲瑣碎工作，譬如就好似叫佢起屋啊，甚至咧可能叫佢做一啲咧同佛法相違背嘅事。例如咧，高安大師第一次拜見密勒巴嘅時候咧，喺尊者面前咧，啱啱有一碗未飲完嘅酒，呢個時候，尊者咧，密勒巴大師咧就將呢杯酒咧就俾咗高安巴，叫佢飲咗佢。咁而當時高安大師咧就係喺個加當派嘅比丘身份。咁喺呢個加當派非常之重視戒律嘅，佢就係一個咁樣嘅加當派嘅環境咧，重視戒律咁樣養成。咁當時咧，咁係尊者密勒巴前面咧，同埋當場咧，亦都有好多嘅弟子。咁要佢飲呢杯酒嘅時候咧，佢其實係唔知點樣去做，咁係有啲猶豫，佢哋唔知道點解去飲呢杯酒，咁係有啲猶豫。咁然後尊者就講啦，你唔好諗咁多，飲咗。咁然後講完之後咧，嗰個大師咧就猶豫啦，然後將尊者剩落嚟嘅酒咧全部飲晒。然後呢個咁樣嘅行為咧，然後尊者就知道咧，我個大師咧就係個法器嚟，佢能夠咧繼承我嘅法力。
行嘛，打地头成為上的一個可以看給完全接到處受我教法嘅一個打地頭俺打給了你法器啦。打地頭這同學什麼的，公報們說是怕，如果當時嘅嗰個大師咧諗住我喺度回來不是怕避休，飄下呢？啊，打的有然後咧本錢，同佢就當晚佢如果當時往猶豫女的同冇去我去，他就吃個嘢什麼，飲，然後打的過將呢杯酒女生呢，還超級翻俾點點這個的是，尊者巴拉巴嘅話咧，超級呢卡在啥呢？我缺的咁可錢能咧佢而是多啊，家就冇辦記法可以住來了繼承成個巴那文嘅他說一個傳承者。老母把了缺的錢，咁可以話咧，呢個係尊者巴拉這樣巴俾對，那超級的佢嘅一個下邊那給龍井測長這試，同學了，那他的或者對缺的佢一沒準備個觀察。嘅，啊，對不記住吧？首先咧就比丘飲酒咧就係一個肯定就三大那麼提出合呢嘅，個戒律當我嘅事。最後呢下邊呢，這咁但係一個師徒確實關係咧，嘅這咁就係一啊，個人特殊嘅這件情況。事嘅這卡哈的是多啊，確實嘅，但係點解確實上係司咧可以咁樣啊，做？唔是噻，就卡哈的就卡哈說說的是多如果係真正伊那呀，有德行嘅上提出司，沒了喺佢哋嘅啦說吧，境界他當中，這個那麼餐廳提出個那個來呀，佢哋就冇所謂確實老是幾點噻佛法就要嘛，分離確嘅實老是沒是噻生活，要嘛，或者沒是同了老確生活分離實要嘛，嘅佛確實法看上如都係冇。今吃啥，確實看上如今吃。土咁家人所以咧就怎麼看見根本係他們覺法同人得邏輯咧係的區別一體嘅。因啥呢？可能嘛就客人這邊呢，確然後咧實佢哋嘅嘛對哇，客人那發邊呢，心咧或確實根本就那者一切不用個，行為咧，他是光個都土來啊，確已經同實今天噻，卡法咧要嘛，確實係融為一今天卡要嘛，體。俺做了嘛，確實所以咧佢哋所做嘅一切咧都唔會離佛法，確實看俺跟上俺就確實看上所老話了，做嘅事咧都會所以同佛法相符。確實這圖標，甚至確但係我實這哋一般人咧就冇呢個確實境邏輯的界，有那個來啊。我哋就會分成咧，哦呢個係佛法，呢個係生活。咁對於呢大師上師咧，佢哋已經將佛法同生活咧成為咗一體。佢哋所做一切咧都唔會離開佛法。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啊呢啲上師咧，可能放咗個屁咧，都係佛法嘅體現嚟。呢個唔係真係我講笑，係真係有咁樣嘅公告。咁當時咧，加莫巴杜尊 Kemba 咧，佢住咗喺呢個佐布寺啦，係下邊往下走咧，有一個叫納卡嘅村。咁喺呢個村對面咧，有一個閉關嘅山洞，個名叫做無漏瓊寺。有咁，總之有個山洞。咁我哋念到中文嘅時候咧，就係有個叫無漏瓊寺咁樣呢個山洞。咁連佢排泄糞便當中咧，都落咗一啲舍利出嚟。咁呢個舍利咧，就叫做呢個就叫做道仲傑巴道仲 Kemba 嘅糞便舍利。咁所以對於上師嚟講咧，佛法同埋人生咧，就唔係分開兩個部分。但係我哋咧就會將呢兩者分開。但係呢啲上師咧，佢哋就會分開。咁喺第八世斗漢噶瑪巴咧，喺八段印度文當中講。只要上師係一位咧，心中除咗利益眾生之外咧，係冇其他人。咁佢哋所做一切咧，冇可能咧係唔係為咗利益眾生而做。所以佢所有嘅教導啊、取捨嘅語言咧，都冇一個咧唔係佛法嚟。所以連一句話咧都唔例外。所以咧，一位具德嘅上師咧，佢會講每一句話咧都係有意義，佢哋唔會係冇意義、胡言亂語嘅。
기디 랑도르 때문에 최마도 배기 애는 되매베 직직장 연구만 대대도 나수기 콩그 송라 就好 애는 似 기디 랑도르 때문에 콩그 송세 強化 탐지 細 기디 胞，랑도르 때문에 당화 인상 배기 由於 된대기 佢 유세 係 계획 권에 心裏邊咧，只係會諗住利益眾生嘅事咧， 애는 佢 콩그 所做嘅一切咧，최송세 되 根本咧都唔會有唔利益眾生 가서 嘅事情。 되매바 마땅한 신 봐. 所以以至到 단데데 佢嘅言語 가스 공기 講嘅每一句咧， 그제에 삼삼 都一定係唔 단데다 會違 가스 背佛法 쏘샤 그래 삼삼로 而去講。 데다 가스 지 가르소에 투라 간데 마 所以咧，佢無論 마술로 佢講 까는 乜 말에 嘢咧， 삼삼 된제 都 뭐 唔 임시 應該被 그다 理解為咧冇意義或者 된다 侮辱 내바지 嘅。 당 거바 이 佢應該喺 임세 度 야바지 開 마도지기 玩笑， 거바 임세 或 매 者佢 숨 講嘅嘢係無意。 드리 인도사네 간다 라마 대도 다 간다 지吐了显多嘛，显多嘛都没讲白那么，那么是难这个多，然后呢，时间他们这，所以咧，對於一位咁樣嘅，时间了这，他说是，时间他们这了普及给马德讲白个，那么利益是难眾生嘅干的，咁樣那麼冇其他前天想法嘅一位提出嘅上司嘅先呢，話咧，看着就送俾你啊，團約不記得，個不約不記得，日不約不記得，即係一位咁嘅先約不記得，馬到殊送下來。勝具德嘅上司咧，無論佢講乜嘢你呢，他當俺都說嘅出係有意這個蠻當，或者有目的、俺說嘅有呢些就，結果嘅。俺說嘅大概的是兩多嘅，總之咧，差不多，就因為我哋而家咧馬來邊印度山呢，那麼真正修行送俾約吧，嘅境界但係未夠因為佢好熱突過，嘅水準係真正印度山呢，仲係未夠咧，所以我哋俺做他冇辦法去的理解到兩多嘅，這個字嘛都買俾印度山呢，那麼送些他們這的確的，所以咧，我哋嘅修行，那麼送些他們這的，我哋嘅修行咧，只係得對。一點點嘅程度， 가서 도도 냠서 렌톰 所以我哋唔應該咧對於 아주 上 저도 司嘅教 라멘 言咧， 송데 가르베 최던 덴바 인 呢 최던 個係 덴 佛法， 가서 呢個係世間法 야와 咁樣去 채투야 講， 좀 당기 공도 唔 쉬버는 應該咧盡可能咧去遵循上司嘅教導， 지지지 라멘게 봐 去實踐，咁係非常之緊要。 송아기 까지다 야 다가스 넘균지 진주민들 如 성말 果唔係嘅 다가스 話咧， 넘균 지당 알아주 지림비 기지 시험은 시다 呢個 넘균 係 기지 咧 시야기 上司 근데是야와 망부 佛 채대 法 야부 一開始有另外一啲咧，就係 他那是 一 那麼 啲 前 上天的時候，司嘅閒談，真的要切過來要嘛？所以我哋根本唔需要咁樣分，送這他們就缺下要一。個 馬到這個，真馬到正具體嘅上司咧，他現在佢所 三年 講 拿了嘅一切那麼咧， 三的大，吃都係金剛呀，修五十幾些，這啲錢的嘛，假是當用俾大的缺的上上去吧？然後呢，但那麼的真正拿了派些，那真正儲備夠了呀，大概的出最古，本來的出最衰，出最古本呢，那基本都把送下個的缺的，基本都把送下個的缺嘛的是啦，那大的看什麼強？ 就係我幾多點到幾多點去講嘅咧，就係佛法啦。喂，而家之後嗰啲就唔係佛法，就我哋咁去區分咧係正確。如果我哋咁樣區分嘅話，哦，佢咁樣講咧先係佛法，而另外講嗰啲咧先至係啲世間法，我哋唔應該咁樣區分。 所以我哋要諗佢哋所講嘅一切教言咧，都係佛法嚟。咁喺過去祖師裏面都有咁講過，對於上師嘅教言咧，具有信心咧，就係對因果有信心。咁我就諗啦。 咁對因果有上師咧，就會等同於對於上師嘅教言有信心。咁所以善知識所教導嘅咧，因為就係只不過咧就係因果嘅取捨。因為呢位善知識或者上師咧，佢本身咧就已經具備呢個因果取捨，所以咧當
我哋連這南極造化認為我哋松啊，對呢個那麼上司有南極造化信心咧，就松啊的，兩個等於就保障這個係對於是幹什麼？因果有信心。那麼浪多電把它來電呢？那地力他們就如果有被引流啥呢？那麼南極造化松啊，這到連這南極造化松不電，兩個就不會有的是。聽這引流啥呢？所以咧，由於咧上司嘅教導咧，能夠令到我哋咧對於取捨咧帶來一啲安樂。所以咧，上司咧就稱為道路嘅根本。所以咧，要親近善知識嘅方法咧，最根本咧就取決於就係對因果信心。所以道路嘅根本咧就係親近善知識，而根本咧就係培養信心。咁而呢兩個根本咧就係好深嘅。咁總之咧，我哋就喺過去嘅祖師咧，你哋睇到譬如話印度嘅那魯巴，或者西藏嘅米巴夫子，或者佢哋嘅弟子，或者係加當派嘅佢哋嘅弟子等等，或者高屈大師嘅弟子，或者佢哋咧都係落手上司嘅教言實踐者。呢度咧其實都係睇，都係一個具德上司嘅教言。所以如果咧上司教導緊一啲止惡行善、佛法修行嘅要點嘅時候咧，但係如果呢個時候弟子唔聽從嘅話咧，咁咧唔單止會尊重上司嘅教誨而造罪，甚至喺一個特殊嘅情況下咧，就大概有兩種人分緊，有一種咧就係故意唔尊重，有一種咧就係不得已嘅情況。知情嘅情況得啦，散亂嘅情況唔做，咁大概有兩種。咁第一種咧就係帶住惡意、刻意咁去聽從，咁去做罪。咁第二種咧係指你冇刻意，冇帶住一個唔好嘅動機，係一個特殊嘅情況，不得已咁去。咁咧就有可能會擾亂咗呢個因緣，就會可能導致弟子嘅生命啊、修行事業咧、利他事業咧出現障礙。咁所以咧要必須遵循上師嘅教誨咧，有好多理由。最主要係遵循上師嘅教言咧係有原因。咁從上師嘅教言咧，我哋會得到好多嘅好多因緣喺裏邊。或者舉一個例子咧，可能更加清楚。就係提到咧呢個塞巴解句嘅創始人，就係四大八小當中嘅其中一派咧，就係塞巴解句。咁其中一位咧創始人就叫做生齊巴。佢當時咧就打算咧，將佢嘅寺院咧去俾呢一個弟子。
呢個臨交會嘅志願嘅一個起金剛嘅冠名。咁然後咧就同佢講咧，就我將呢座寺院咧交付俾你，請你好好維持。咁然後臨交會咧就答啦，我福德唔夠，我冇辦法咧承擔上司嘅事業。然後咧，我想咧喺今生裏邊嘅精進修行，然後發願咧來世咧，好似你咁一樣咧，利益無量嘅人。佢就要好好閉關修行。咁嘅想法呢個弟子，然後就佢就同呢個張菜巴咧，再同呢個臨交會講啦，就菩薩除咗為咗眾生服務之外咧，就唔會生起只係求自己安樂嘅念頭。咁喺小乘嘅聲聞嘅直指嘅禪修咧，即使係修一世咧，都唔會成佛嘅。所以因此咧，你應該咧為眾生服務。然後講完呢句咧，就俾佢所有嘅口訣啦。但係後來咧，臨交會咧就冇去維持呢個寺院，違背咗上師嘅教誨。因此咧，佢嘅生命中咧出現咗啲障礙，亦都冇咧，我能夠咧大量咁利益到好多有緣嘅弟子。佢嘅事業咧冇好廣大。不過咧，桑差不大師咧就預言佢咧來世咧將會轉世為咧叫做虛空遊戲嘅法輪。咁呢個故事咧記載咗喺賽巴家具派嘅歷史當中。呢個故事咧，當時臨交會如果遵循咗上師嘅教誨嘅話，單止咧係對自己有意義有益，都對於賽巴家具派寺院啦傳承咧都會有好有益嘅，有好多好處。但係咧，一方面咧佢過於謙虛，另一方面咧佢想咧專注於個人嘅修行，結果咧佢違背咗上師咁重要嘅指示，對自己同埋他人咧造成咗好大嘅損失。所以呢個賽巴家具咧冇好廣大，咁但係又唔能夠講係佢嘅過失。同樣咧喺我哋嘅傳承金巴家具嘅歷史當中咧，譬如話第一世上瑪巴都丹著巴聖傑咧，係第三世金巴巴倫尊者嘅主要嘅弟子。因為咧根據咧倫尊者我爸咧曾經有講過咧，比我更加優秀咧，就係因為生力。咁而同我咧同等嘅咧就係呢個就巴聖傑。呢個時候咧喺呢個賢者喜宴裏面咧有記載咧，就尊貴嘅倫尊者咧原本咧打算將個成個教法咧傳承咧係交付俾呢個大成就者就巴聖傑。當時咧就係當時咧倫尊者喺佢嘅寺院嘅後邊咧有一個
電大關腳把地方蠻接切。叫做安尼他呢先嘅德音字。咁佢就點不點個講法？總之呢，佢最啲後咧當地查冇委過上查啲任到下啲呢，講啲德些下啲音字嘅電視咧腳主持。把蠻接切。當時但係呢，講家開始卡那樣，所以佢讓幹部年那裡啊，如果咧其實幹那樣咯吧，幹部年那啲看唔了咯吧，咁然後咧瞬間被電視睇唔到咯吧。亦都有咧，有啲讀者咧但係亦都有命令幹部佢年那如果咧幹那樣走就係聖傑咧呢。去當地江波呢個查個是嘅地方去馬配修行，住啲山咧，你初步啲馬配住啲山江咧，波年南呢個你地方修行。看了咁當佢咧前往呢個車就話是路嘅時候，車，甚至看土嘢不是絕炸pas是，甚有個至聖傑咧，加入住好的是。佢啲初步佢跟大有個白隻了呀，色嘅鑼，列住山咧，但初步大山，但初步的路沒鋪起，等下嘛，然後就是，白色嘅呀，鑼。拍對下衝出去了，第總之咧，三拍對，因為咧，拍對下衝出去，提的話就列住山咧，哎呢，咁就走到去一個這地方人家凶了嘛，弱嘛，就不是離港兩扎村落啦。離港兩扎，咁呢個路，附近嘅幹嘛都是就離港兩扎，路就咁山咧，總之冇去哎呢到呢個日子地方，定了呀，來呢，得了幫咁就嘢不起去，走咗上山，幫周部的去，點拉都拉到。咁出面路去，提早但係呢，走聖傑咧，亦都冇阻止呢隻路。驢咧，走咗上山。但係呢然後呢年紀跌隻驢仔住山，我特別冇就東西，跌了多次喺呢工業個設計，山頂嘅草原旁邊咧，設計圈你啷多啊？呢個歡喜泉當中咧休息咗。你這裡啊，鐵架上裡啊，電視。然後咗聖傑咧對佢咧特別切，對吧？會中意。第一身點呢？點了呀？首先咧就年用呢杯茶，浪started，但係保唔住嘅，然後咧把最後茶當時的點嚟。佢哋咧亦都年浪 決 start 定咧過啲，喺度定但居。人中都是根本年浪送送不了。然後咧佢就但係呢，將呢個啲車地方啲做嘛，就命名是也為講野狼。啲沙車啲也不是都咁然過些，後就成俺特為咗包裡下讓你啊，車嘅特別一個個廣播就住從呢，宅地。俺呢，車裡啊，俺點知講嘅年浪 start 嘅意思。本身咧就係頭先度姐想做咗聖傑咧去呢個尼朗呢個地方修行，但係就最終咧就冇去到。總之咧佢冇辦法去到呢個荒區嘅尼朗。因為由於咧佢選擇咗定居喺呢個佐達尼朗，所以因此咧佢冇緣咧同下一世九阿爸，所以佢就冇辦法咧做第四世魯比多姐嘅弟子。他呢，新嘅人生都是嘅，那邊家家把提啦，對呢，讓個老馬提出看了嘛，你把盲目送的話，就是三年小阿爸數點高的呀，因為當走地查過聖聖傑咧就經老馬提出冇辦法看了嘛，成為第四世九阿爸嘅提嘅公正你吧，弟子，當就因為咧違背咗地魯比多姐教會，呢，老馬提出而看了嘛，導致嘅因緣。送的話，但係啊，我而咗聖傑亦都佢本人亦都有多次講到，因為佢違背咗上司嘅教誨咧，所以佢自己嘅弟子咧亦都唔聽佢話。天就是啥呢？他他其中看的一面了嘛，對吧？那邊家家把點呢？切山的些位呢，地瓜的你把做下嘢吧，窮山的些位呢，點子搶嘅窮人點子出下嘢吧，點這個你個月位不？他呢先變得大，兩中心的時候，這看的啥呢？爆炸不要了。所以無論大小咧，違背上司嘅教誨咧，都係從好嚴重嘅角度嚟講，係會造成好大嘅罪孽過失。而從輕微嘅角度嚟講咧，係會擾亂呢個姻緣。咁例如另外一個故事咧，就好似上司做好令車，叫公章爸咧唔好去呢個馬爾康嘅時候咧，咁佢冇聽咧，就要去咗呢個馬坑嘅地方。所以就因為呢原因，違背咗，而因為你咁樣嘅時候咧，做好令車就咁樣去世。咁公章爸當時咧係做好令車嘅上司身邊修行。咁佢亦想咧，當時咧想前往呢個馬坑嘅地方修行。
然後做工你先同佢講啦，你就唔好去。如果你咁做咧，你係俾一啲魔嚟到去擾亂咗嘅姻緣，所以最後咧亦都導致咗佢去世。因為話俾人都好問嘅，你哋講。咁當時後來咧，佢亦都冇即係冇去呢個馬坑嘅地方，因為身體不適。而卡瓦巴咧就喺佢身邊做照顧。佢就講：如果今次即係要死去嘅時候咧，就係因為違背咗尊者仁波切嘅教誨。而佢咧臨終嘅時候咧，對卡瓦巴説咧：如果你能夠按照我講嘅去做咧，就能夠取悅上師尊者。唔單止係你所有嘅弟子咧都會想起你。如果咁嘅話咧，就能夠立刻咧獲得殊勝共同一齊嘅成就。咁所以從某個角度嚟講咧，總令車咧叫佢唔好去麥坑嘅地方咧，麥坑咧呢個地方唔係話違反佛法嘅地方，而部長話去嗰度咧係因為聽到佢嘅上司總令車嘅事蹟咧喺嗰度流傳，其實佢係存有一個善良嘅動機。但係就因為咁嘅因緣咧而產生。松柏亦都有好多次咧冇聽到勉勵巴大師嘅教誨嘅，所以唔單止係一次，亦都有好多次。呢啲故事咧會之後我哋再講，今次講到呢度。